蟲蟲運動大會，蟲蟲學校的運動大會就要開始了。每天大家都努力地做各種練習，靠着從蚱蜢和跳蚤不斷地練習跳高或跳遠。他們都覺得自己的昆蟲界的跳躍高手。蜻蜓、蜜蜂和蝴蝶一下子練習空中轉圈的技藝，一下子練習從地面直衝向白雲。他們都想贏得飛行比賽冠軍。看到大家這麼厲害，糞金龜好煩惱，因為糞金龜的手腳很短，跳不高，跳不遠，也不太會飛。練習的時候，他覺得其他昆蟲都在偷笑他。糞金龜在腳上綁上紗布，假裝受傷，這樣就不用參加運動大會了。第二天，糞金龜忘了綁上紗布，媽媽發現後親親地說，每一種昆蟲都有自己厲害的地方，盡力就好了。糞金龜點點頭，便去參加運動大會。沒想到天空下起了大雨，操場被淋成一片爛泥。運動大會改為在室內舉行滾球大賽。比賽開始，平常會飛的昆蟲們都不太會滾球。螳螂的剪刀腳橫篤吉刺破了球。糞金龜到
個身子，用後腳滾着大界圓球，一路滾，一路向前，越滾越快，越滾越快。大家也熱情地哭着、喊着，真厲害，加油！最後瞓金龜得到第一名，他開心地說：下次我也要參加跳高、跳遠和飛行比賽。